內地社保同香港醫療嘅互補關係。內地社保已經提供咗穩健嘅醫療保障，但唔少內地朋友都仲係會揀嚟香港買醫療保險，背後係咩原因呢？首先，藥物覆蓋更廣，內地社保嘅藥物清單有限，但香港醫療保險就冇呢類限制，能夠涵蓋更多創新藥物，特別係針對癌症同罕見病嘅進口藥。其次，治療方案更靈活，部分香港保險計劃甚至可以涵蓋第3期臨床試驗藥物，為病人提供更多先進治療機會。仲有跨境醫療優勢，唔少計劃提供全球保障，無論喺國內定係海外，都可以獲得更優質嘅醫療服務，唔使受限於當地醫療資源。除此之外，香港醫療保險仲提供更高額度、更靈活嘅計劃設計，特別適合對醫療保障有特定要求嘅人士。到底香港嘅醫療有咩優勢？又係咪啱你嘅需要？歡迎隨時聯絡交流更多相關資訊。